以後，我爸最近都長高了，請問我就要用辦辦理寄信登記。請問有幾多個兄弟姊妹有協議好要用辦寄信嗎？係大家平分，也係資本一部分概念。我哋討論後，決定全部辦大貨啊！哦，你哋兄弟真好呢！人講兄弟一條心，門前土地變旺吉。當好，建議你要用分割寄信方式辦理，你係登記嘅流程圖，該付文件要由批寄信人出付嘅付息成本，寄信人付息成本，人監證明各一份，全在附近事務所申請，你係土地登記申請書。寄信內統表嘅空白表格，還有一份遺產分割協議書，要本全體寄信人簽名，確證人監嘅人呢。我哋咧，有關遺產費要到國稅局申報，你有國稅局嘅聯絡電話，你就得先打電話求問。新夢。資料準備齊全後，送來我到立位，送件後案件審核係冇問題。5工作日內就做得來2件倉。呢條資料本日提zan求參考，提醒你要在6個月內審辦寄信登記，係冇為本人發錢哦。我了解。新夢應該說明，